第12章，改從名字開始，格要數據支持。唔講唔知，原來大埔振興一直以來係一個習慣稱號，而非公司正式名稱。唔少人稱之為大埔振興牛丸，逐漸成為咗公司嘅代號。究其實，公司註冊處並冇呢間註冊公司。Pius 回港執掌公司之後，發現公司雖然營運咗幾十年，但係原來好多方面都未臻完善。公司一直以無限公司形式經營。Pius 認為呢個做法缺乏風險管理意識，於是將公司註冊為有限公司。Pius 分享：振興雖然以牛丸起家，但係唔採用振興牛丸註冊，係唔想客戶誤會我哋只賣牛丸。從前振興係一個人們常用嘅公司名，容易被人接納，加上我哋嘅根據地喺大埔，於是就決定用大埔振興作為公司名稱。除咗為公司正名之外，Pius 認為呢個傳統嘅企業引入數據化管理。Pius 話：公司當時連一台電腦都冇，全部用手寫單。當 Pius 問幾位哥哥有關生意上嘅數據嘅時候，答案都係憑感覺，例如差唔多，都幾好。到年底有啲商戶要求炮金，亦都冇數據支持，究竟應該俾幾多，往往只係斷估。Pius 笑話：哥哥們嘅口頭禪係李嘉誠都唔會去百佳做收銀，使乜管得咁細？唔知具體情況都可以繼續經營嘅。由大企業回潮嘅 Pius 對此並不認同，佢認為做生意必須掌握數據，先至能夠知道企業嘅優勢同埋問題。於是佢做咗連串嘅動作進行改革，包括電腦化、建立開會制度等，用數字去分析同埋反映企業嘅虛實。改革過程唔可能一蹴而就，需要踏實嘅一步一腳印嚟實踐。當事人要付出好多心血同埋精神。Pius 分享：爸爸經常話累你唔死係恩人，意思係做生意冇對頭人，常懷感恩嘅心，能夠讓自己時刻充滿正能量，繼續為事業打拼。Pius 因此明白，做生意即使遇上起起跌跌，都要先調整個人嘅心態，承擔責任，檢討自己，解決問題。喺一般企業要實施改革，並唔係一件簡單嘅事，因為人員都唔容易接受改變。喺家族企業裏邊，拍檔係自己嘅兄長，長幼有序，由弟弟向兄長們提出一系列嘅改革措施。亦都即係話，要兄長們承認昔日自己營運管理上嘅不足。呢種由下而上嘅變革，係咪等同逆流而上一樣難呢？ Pius 話：我好感激幾位哥哥撐我，尤其是大哥對我提出嘅改革建議，都係義無反顧嘅支持。喺兄弟姊妹感情深厚嘅陳家，原來並冇遇到太多嘅抗拒，大家有商有量，齊心協力，為家族事業一同奮鬥。面對企業改革，人們抗拒係正常嘅現象。畢竟幾十年來相安無事，生意又過得去，心中難免產生一種安於現狀嘅心理，呢個係人之常情。當領導人要進行改革嘅時候，必先照顧好人員嘅安全感，俾人喺唔難堪嘅處境下跳出舒適區，佢哋先至會支持企業改革。改變硬件係一件容易嘅事，但係改變人心卻係一項複雜嘅工程，需要領導人仔細嘅規劃同埋耐心嘅執行，先至可以走出順利嘅一步。企理小總結：傳統事業做改革，千頭萬緒找方法，先正其名合規格，管好風險有排法。利營運行電腦化，利溝通用數據化，
利質量必標準化，三管齊下企業化。